Hello， 歡迎收睇進天房產，我係主持人 Ivan。今期節目時間，我哋嚟到嘅呢一個 location，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睇我身後呢個背景就已經知道係邊度啦。我就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呢一個航空新城嘅華發商都啦，已經開業咗有一段時間，行街食飯睇戲係一應俱全嘅，步行就可以到達啦。包括佢後邊咧有我哋呢個市民藝術中心啦，夜晚會有燈光噴泉。不過隔離咧仲有呢個圖書館嘅，都係步行就可以到達噶啦。今期帶大家睇嘅屋苑咧，就係華發商都對面嘅呢一個天茂嶺豪灣啦。呢個屋苑已經係現樓發售呢個狀態，目前咧亦都係成個航空新城唯一一個可以做低首期嘅，最低3萬蚊起就可以上到車啦。並且咧呢個發展商啊，你買樓首先幫你供6個月嘅樓，並且再送你一個產權車位，再送你家私家電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仲未夠喎，連一個契稅同埋物業維修基金發展商都補貼翻俾你啊，係咪非常之正啊？我哋目前呢個屋苑咧，在售嘅一個戶型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多啦，有我哋84、89平方嘅3房啦，同埋我哋河景頭排嘅字板樓單位，有我哋109平方同埋119平方嘅4房，個 view 係非常之正啊！各位觀眾朋友，相信你哋睇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中意啊！我哋依家就喺售樓部門口呢一塊區域啦。咁佢右手邊呢一度咧，仲有呢一個5星級嘅茂林惠豐大酒店，目前都已經營業當中啦。所以你一出門口咧，吃喝玩樂，包括去公園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我哋依家就事不宜遲啦，直接去片。而家就嚟到咗我哋5棟實體示範單位，呢邊係4樓，我身後呢一個 size 咧就109啊。lift 口一出嚟呢一個位置啦，都係你呢換間全部用晒啦。即係大家平時經常換嘅鞋咧，就喺呢度 set 一個鞋蓋放我哋嘅鞋，非常之方便啦，係咪？入嚟睇到呢一個位置啦，就有呢一個防火門。亦都非常之靚嘅呢一種木紋嘅一個十字門啦，外加呢一個指紋嘅碼鎖係交付標準。再入嚟我哋就可以睇到呢度係 set 咗一個到頂嘅鞋櫃俾到各位觀眾朋友啦。佢呢一個儲物空間係非常之充足嘅呢一邊，大家可以睇到。哇！我哋放啲鞋啦，日常翻到屋企 set 晒喺度，好順手。將啲鎖匙包包亦都放喺呢個位置。個深度亦都係冇問題嘅，我哋對鞋完全可以平放到入去噶呢一個深度。所以今日 iPhone 仔咧就冇打到尺啦。呢一個位置亦都係有收納空間嘅，非常之多。入嚟左手邊第一間，我哋可以做一張麻雀房或者係客房都撈下合嘛。並且呢一個景亦都係好正啊！大家想象一下喺度坐住打麻雀，睇住呢個景啊！都開心啲啦，真係咁型嘅，係啦，冇錯，非常之正啊！呢一啲可視對講嘅呢個 mon 咧，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，有電嘅，可以幫開門啦，係嘛，等等都冇問題。出翻嚟就係呢一個南北對流個餐客廳啦。首先呢一個飯廳位啊，亦都係OK 嘅，夠用啊！呢度可以擺一張可以摺疊式嘅圓台啦，平時少人用咧可以摺埋嚟啦，即係3、4個人。如果有親戚朋友嚟咧，可以拉出嚟啦，6到8個人喺度食飯係完全冇問題啊！呢一個飄窗亦都係贈送啊，係啦。方位咧，呢一個方位就係朝北睇翻呢一個小區入邊啦，就冇咩景睇啦，我哋就唔睇。但係其實我哋坐喺呢度食飯嘅情況啦，其實我哋呢邊嘅景。都係可以睇到呢個河景啊！我哋等下再同大家去睇啊，冇急冇急，慢慢睇。呢個廚房咧就係做一個 U 型嘅設計啦。咁其實呢一個廚房空間2個人都 OK 嘅，3個人可能有少少窄，基本上啦，你煮餸都係2個人多噶啦，多一個人可能都贏炸頂啊。OK， 咁呢一個位置啦，就預留咗一個雙門嘅雪櫃位 set 咗喺度啦。咁大家呢個雪櫃咧亦都係有活動啦，送埋俾大家噶。呢啲櫥櫃全部做好晒。呢個老闆品牌嘅3件套，頭頂有呢一個亮霸美的品牌嘅國內嘅牌子。呢個洗菜盤啦，呢一個可以掹出嚟，還算可以。
呢個窗面啦，改乾比較高，包括呢個熱水器咧，亦都係送埋俾大家，都係國內一個萬和嘅品牌可能大家冇聽過啦，唔緊要，送好個冇呢一個客廳啦，客廳開間亦都夠晒啦。其實我哋兩邊窗打開之後，就可以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間隔啦，所以通風係非常之正嘅。大家翻去退休咧，係嘛，夏天空調都唔使開嘅。呢啲牆身啦，就係呢種白色嘅乳膠漆膠標啦。呢度咧仲做咗一個金屬版嘅踢腳線，不過呢啲工藝可能稍微有少少差，唔緊要。其實我哋呢度最大嘅優勢係可以俾到呢一個 view， 大家係咪覺得非常之他條啊？講真啦，呢一啲景觀喺香港，如果起碼都要過千萬嘅啦，呢一啲景觀非常之靚大家睇到啦，好多人喺下邊露營、圍爐煮茶，同啲親朋戚友帶埋細蚊仔有啲喺前面釣魚啦所以係非常之 hea， 非常之他條嘅。加埋今日係星期日，冇錯。翻嚟大陸退休啦，呢一啲景觀係嘛，呢一啲環境俾到大家，即係住耐咗都係非常之舒服嘅，命都長啲嘅。呢一個露台咧，亦都係比較長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個露台，其實呢邊咧係一個就陷入咗少少嘅位置嘅。咁其實呢一個位咧，完全都亦可以擺一張麻雀台打麻雀嘅。大家喺出邊透風啦，係嘛，真係好舒服嘅，坐喺呢度打麻雀或者傾下偈，坐喺度飲住茶，睇住出邊啲景觀，亦都有一種風格。同樣啦，其實我哋有業主咧，佢係會將一個房間呢埲牆呢兩度咧係可以剝咗嘅，佢就褪到嚟呢一個位置啦，就做大間房咧，就唔使呢一度咁大嘅露台我睇下呢一度個門開到先，開到，我哋入嚟睇下。我哋睇到呢間房就會稍微細，所以佢點解會褪出嚟做大間房就咁樣，會比較細，即係好似一間雜物房或者係一個衣帽間咁樣，就比較細所以後期可以睇翻個人嘅需求點樣去整翻呢一間房。對過嚟呢一個就係公共嘅 toilet 啦，呢一個乾濕分離已經係定甩嚟㗎啦，呢啲全部都係膠標嚟㗎，後邊係有儲物空間嘅。所以係放得比較多嘢嘅。佢呢一個係唔係智能馬桶嚟嘅？但係佢有預留咗插頭俾日後你去加裝嘅。如果有需求嘅觀眾可以咁樣去做。入邊咧呢一個飄窗都係贈送嘅。有做咗一個下沉式嘅下水槽位俾到大家，唔使驚積水。呢個係3線嘅一個趟門，3線嘅趟門咧，佢一個出入口就會比2線要大啲。再入嚟睇下呢一間房，呢間房亦都比較細，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。如果一個人瞓已經夠，放咗米2床或者米5床係 OK 嘅。呢個景咧就冇咩景啦，朝北嘅，朝北係冇景睇嘅。最主要係我哋朝南向嘅一個景觀俾到大家嘅。呢一個位置咧就有一個玄關位啦，咁大家咧就可以入去喺呢度掛幅畫去點綴一下你間屋企噶。入嚟呢間房都係方方正正啦，冇凹角位嘅。呢飄窗咧係贈送俾大家嘅。同樣佢呢一個弧形位一個缺點就喺呢一度，就係主人房對住休息區，因為佢呢一度咧係要由兩邊到一個步入式嘅衣櫃嘛，所以可能有部分觀眾朋友會介意呢一種間隔，但係睇翻後期自己點樣咯。入邊空間係足夠啦，方方正正啦，冇凹角位嘅呢一邊，乾濕分離。咁同樣，大家瞓住喺張床度都可以睇到我哋出邊窗外一個美景，非常之靚仔。可以落去露營煮茶、釣魚實在可以去對面嗰度高爾夫邊打下高爾夫，亦都係冇問題嘅，都係非常之近，揸車過去都係幾分鐘嘅時間。OK， 呢個咧就係我哋109平方嘅4房單位，我哋跟住鏡頭去睇下隔離嗰個大面積戶型。依家就嚟到咗5棟呢一個單位啦，呢一個單位係我哋119平方嘅 size 啦，同樣係專梯入戶一個設計。門口呢塊區域全部都係你哋用翻嘅，即係已經係送俾你啦。我哋可以喺門口呢一個區域做一個收納鞋櫃喺度放咧，我哋平時出入門嘅一個閒物就 OK 啦。
我哋呢度咧已經係現樓一個狀態啦，我哋可以睇到一個膠附嗱呢一種防火門啦，加埋呢一個金屬條，顯得會大氣少少。呢一個指紋密碼鎖亦都係交付標準俾到大家。入嚟呢一個就係我哋一個收納鞋櫃，我哋可以睇下佢整體嘅儲物空間係會非常之充足啦，放幾十對鞋都冇問題。並且佢呢一個深度咧，我哋對鞋完全係可以平放到入去啊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交付標準嚟㗎，並且有埋呢個儀容儀表鏡俾到你哋啦。首先入嚟呢一度會有翻一間客房，呢一間客房亦都係做得方方正正，冇凹角位。呢一個飄窗係全贈送嘅面積俾到大家。一個方位，哇，非常之 perfect 啊！各位觀眾朋友，呢個景朝南向，樓下就係濕地公園，睇到河景呢個 view 係咪非常之正啊？等下我哋出陽台再大家去睇下。入嚟係呢一個南北通嘅一個戶型間隔啦，嗱非常之闊落。首先我哋睇呢一個飯廳，呢一個飯廳位啊，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呢度可以放一個圓台啦，6到8個人食飯係完全冇問題。朝北呢一個方位咧，就睇翻我哋一個小區園林啦，就冇咩景可以睇啦。最重要咧係我哋主陽台嘅景俾到大家。呢邊一個入住率咧，亦都相對嚟講比較高。再睇翻呢一個廚房，廚房咧就做咗一個 U 型一個設計俾到我哋啦，入邊有預留咗雙開門嘅雪櫃俾得大家入去擺雪櫃啊！因為我哋依家咧都搞活動咧，送埋全屋嘅家電6件套。非常之正啦！呢啲全部幫大家做好晒啦。老闆品牌嘅3件套，熱水器啦，萬和頭頂，仲有埋呢一個美的品牌嘅涼霸俾到大家。嚟緊天氣熱咧，就唔驚炒送身水身汗啦。呢個客廳開間咧，接近有4米啊，非常之闊落。依家所睇到呢啲天花吊頂啊、牆身，全部都係一模一樣膠標。各位觀眾朋友，重頭戲嚟啦！呢一個 view 你嚟到絕對會中意啊！樓下就濕地公園河景，哇，非常之 hea， 非常之他條啊！各位觀眾朋友，你睇下下邊人哋呢啲露營喺度圍爐煮茶，其樂融融啊！想像一下你哋日後住喺呢度咧，你都可以好似佢咁樣咁他條啊！攤喺呢一個草坪上面，同一家人或者同你親戚朋友喺度傾下偈啊，食下嘢啊，吹下水啊嘛，可以或者係有中意釣魚嘅觀眾朋友，又可以出河邊嗰度釣下魚，係咪非常之正啊？又係板樓喎呢度。係啦，一字板樓嘅設計啊！你沿住呢一條路咁樣跑步啊，住喺呢度一直跑上去，好長嘅，跑到上面都夠晒你跑步啦，非常之正。呢一個濕地公園同埋河嘅，相當你屋企嘅後花園咁樣，係咪非常之 perfect 啊？係啊，露台又夠晒長啊！呢一度好正噶。係啊，我哋有一個業主咧，佢就將呢一埲牆剝咗嘅，因為佢入邊係間房咁，佢將呢個剝咗，褪到嚟呢一個位置就做大間房。唔好話我哋呢間房係比較細嘅，褪出嚟。但如果唔褪嘅咧，我哋可以呢一個可以做一個麻雀房啊、雜物房都冇問題。出邊喺度 BBQ 想像一下，非常之正睇住出邊啲景好正噶，各位觀眾們。係啊，呢個係一個公共嘅台樑啦。呢一啲就冇咩得介紹啦，3件套啦，都係交標啦。入邊淋浴區咧，亦都係夠晒用啦。有做咗呢個下水槽嘅線槽。呢邊係朝北向，係啊，4間房嘅間隔。呢間房亦都係比較方正嘅。呢度可以放一張5尺牆，就做唔到3邊落台，因為我哋仲要移留呢一個衣櫃位置啦，去做衣櫃。朝北嘅，朝北嘅方位咧，就可以睇到我哋呢個5星級嘅茂林酒店啦，同埋呢一個華發商都啦。呢邊嘅景睇嘅綠化嚟講都還算可以，因為兩邊道路兩側嘅綠化做得都係非常之靚。首先睇翻主人房，主人房呢一度咧，亦都係做得方方正正嘅。呢一個空間，我哋可以放一張6尺嘅一個 king size 嘅床，兩邊 set 床頭櫃，完全可以做到3邊落床啊！
並且係有獨立嘅一個衛生間俾咗你啊。咁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咧，可能佢呢一個衛生間門口咧就對住翻休息區呢一邊啦，所以我哋日後就喺呢一度做一排衣櫃擋住佢就 OK 啦。我哋住喺呢一間房嘅情況下，每夜一瞓醒就可以睇到我哋出邊啲窗外嘅美景嘅，非常之正。係啊，住喺呢度真係非常之 profit 啊，好他條啊！翻去大陸住呢啲樓真係好正。咁依家咧樓盤又有做活動啦，可以做低首期。呢個屋苑咧係成個航空新城唯一一個可以做低首期嘅樓盤。依家咧佢首先你買樓咧就直接先幫你供6個月樓啦，供樓咧又直接加2萬，再送你一個產權車位啦，並且再送你全屋嘅定製嘅軟裝，即係家私啦，再送你家電6件套。連呢一個契稅同埋維修基金都幫你俾埋，所以佢一個優惠力度係非常之大嘅。如果對航空新城咧咁靚景嘅觀眾朋友感興趣嘅情況下咧，一定要過嚟實地考察啦，真係好他條啊！當然佢呢一棟嘅樓價係會稍微偏貴少少，但係佢貴就貴喺呢一個景，係啊，因為呢個景已經係定咗 fix 死咗啦，唔會得變噶啦。對面亦都唔會再起樓噶啦。你花呢一個價錢。呢一個銀碼買嘅就係呢一個景，因為其實大家咧買樓咧即係買自己中意嘅嘢嘛，所以係要為自己中意嘅嘢去埋單㗎。OK， 今期嘅影片啦，Ivan 仔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對呢度感興趣嘅觀眾朋友，可以 WhatsApp Ivan 仔或者啦私信留言，亦都冇問題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